传道咱的兄弟姊妹伫迄搭遐咱也为着因今仔日而且原来游园要敬拜上帝，上帝的灵伫遐会当搁一届，互日本华人的教会兄弟姊妹游园有火热的心来听上帝，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啊，主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主啊，阮伫遮要来为着阮家己心灵臃肿心中上带着上帝你的迄个平安喜乐直到阮会当来引带别人，阮会当来鼓励别人做伙来敬拜阮的上帝。主耶稣，你也眷顾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全家拢来归伫主你的圣名。愿主你也甲日本遮做伙伫遮咧宣教的兄弟姊妹，甲当地遮华人的兄弟姊妹，互因透过阮即届的分享搁一届鼓励遮的细囝互遮的囡仔。因将上帝道栽种伫因的心内底，互伊渐渐长大，诚侪上帝你迄个国度内面会当是一个种勇壮的军队愿主你兴起，甲慈伟小雅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他们那里伫遐无孤单。伫迄搭遐有上帝的对顶面来的迄个气力继续牧养引带兴旺即个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主。咱伫即个时阵特别来纪念几位兄弟姊妹，因即个时阵是伫生命伫迄搭遐奋斗的。咱也为着成昌兄伊是咱台语堂的兄弟，为着伊中风恢复意识会当搁恢复搁较好咱同心来为伊祈祷。另外，搁为着文理姊妹伫即搭遮伊也有即个感破开，影响着侪的所在。即马要积极来治疗，愿主的旨意成成伫即个所在伫伊的心上咱当声规喙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是活命的主，阮的生命拢伫主你的手中。主耶稣，主啊，主啊阮特别为着阮所疼的兄弟，阮的姊妹，主啊，你顾念因，主你顾念因。主啊，无论过去的生活如何，无论过去会怎样，主你讲，阮若即个时阵，阮愿意悔改认罪，来到主你的面前，你拢要接纳阮。主啊，主啊，求主你施恩怜悯互成昌兄伊手中所做这一切美好的工，纪念主你来纪念伊。愿也毋望伊伫即个所在，真是得到上帝你的医治。愿主你，互伊的意识会哪来哪好势。主啊，你要你的智慧是你所想事，你若肯，就有法度将伊恢复起来。主耶稣，阮也为着阮你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中，一切交托互主你。主你来掌管，主你来排比，主啊，你也怜悯疼痛，甲伊全家同在。哇，主耶稣，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互伊心中无去失落着早前对上帝你的热情，互伊透过即届，搁一届来阐述伊活命内面的真理。这条永生的道路是伊永远的确据。哈利路亚！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还阁有一口气，阁会当来到你的圣殿，这乃是上帝你的恩典。真是阮爱伫遮
爱详细去孝顺，来感谢。阮的福气也是上帝你所赐了，无因为遮尔自然，阮就要甲上帝你袂记节。愿主你纪念阮今仔日早起，伫你的主日，阮要搁一摆来仰望你，搁要来倚靠你，搁要来分享阮内面的心灵。愿主你甲阮每一个人同在，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阿门。愿着姊妹平安，是风是雨，总是会过去。我要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是年度这个父亲节，教会庇佑撒文甲卡片，也要送予已经结婚的男士，请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兄弟啊，这个父亲节快乐，婚订美满。第二，日本短宣队将伫8月初5。礼拜二要来启动敬仰兄弟，继续为着团队侍奉、祈祷、守望。第三，8月初9礼拜六10点至下午5点，也要来有国家祭坛伫安乐圣教会参加直播这个聚会，敬仰兄弟来参加，同心为着国家剧团来守望。第四，8月初9。礼拜六下午2点半，伫小西文理活动中心中青团契，要邀请着吴宇峰老师专题高龄甲诈骗第2集，附带要来讲解这个脚头关节的问题，带动这个下肢的这个运动。欢迎兄弟向第5节报名来参加。第5，8月初10。礼拜日中昼12点半有参与圣徒灵修会的兄弟姊妹，请伫教会1楼一盒坐游览车来前往。咁有补充报告，我这是要行敬拜儿乐团。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有真好的天气来到教会来敬拜伊，甲咱倒边正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吼！来到主的殿院内面，要来学乐，要来感谢伊对咱的疼痛，对咱的保护，直到如今咱犹原拢平安。所以咱为咱的座位起立。起来咱要来弹琴、唱歌来学乐上帝，哈利路亚。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名，因为你创造为真奇妙，全美好的荣耀。心来学乐你，
成了，伊是荣耀的大君王，已经降临了，伊的作为机器的奇妙，咱来到伊的面前，咱来学乐伊，咱来感谢伊，伊为咱所做的一切，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城市，咱的国家，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美好，这是咱来感谢，来感谢，来学乐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全地主，主你是全地王，你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掌管全地。主啊，所有的一切拢伫你的手中。上帝啊，你的荣耀，你的大作为，主啊，伫阮的当中，伫阮的国家，主啊，随望大水咧泛滥的时，你犹原做王，主啊，伫宝座顶做王，主啊，你掌管全地，互阮知影你是主。你是王，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宰。主，我们来学乐，我也要将所有的荣耀、阳光拢归乎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得胜了，你压过这个世界，压过人间死亡的权势。唯有你是主，你是王，我们要来单单来敬拜你，单单来学乐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歌听歌唱，唱上你。常常来学乐来感谢伊，所有荣耀荣光拢要归予伊，请坐。主，你是阮天顶的亮光，感谢你，你的光来引带阮人生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光照亮伫阮头前的路，照亮阮的心内面，互阮内面有平安，有安息，真正安稳。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常常来学乐你，学乐咱的主，天顶的亮光，天顶的亮光，照亮我路顶，因为所情我心上安宁，耶稣的光辉，我们的同在，耶稣的眼光，眼光的爱，天顶的亮光，天顶的亮光，照亮我心灵，我的平安。
顶的亮光，伊照耀咱前面的路zan有主的光照耀咱的心灵就有平安，也互咱常常来挽靠这个光，互咱知影咱前面的路zan互咱无行伫这个歹代志当中，是咱行伫上帝正路当中，互咱真做光，会当来照亮咱四周围的人。有侪失丧的灵魂，因还未来认捌主，搁伫黑暗当中，主来找肯咱，互咱先得到这个救恩，就是要互人有缘来认捌耶稣，会当得到这个天顶永远的福分。只是咱请兄弟起立，咱来用这首的诗歌，真做咱的宣告，咱要为主来发光，一生一世拢要为主来做工。伫倒位拢爱发光，拢爱来发光，和马路的人会当来献效你，来带因归回。主你甲是阮，爱做上帝你的工人，因为黑暗伫要来到，主你要爱阮，伫白日，会当看会到的时，较紧去传福音，因为主你来日子紧了，互阮常常来警醒，来祈祷。为这失丧的灵魂，来祈祷，恳求上帝你开这传道的门，和教会，无论伫社区，无论伫城安，无论伫倒位，阮的职场，阮的家庭，主愿拢会当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见证，主愿感谢你，哈利路亚。真济拢把你归主。
们请文君爵来做祷告。上帝，你是迄个真光，真光要遍照伫满地。既若照着的人，因就会当无伫黑暗的中间行，袂来悔改，来甲主你的面前，诚侪你的后生甲查囝。愿主将即个光愿领受着，佫会当来照亮阮四周围的人。互阮犹原要抱着上帝你的即个真理甲热情，愿来引带人归入上帝你的名。哦，主啊，阮知靠着阮家己的气力，阮无够，但是阮若靠着阮内面的迄个圣灵甲上帝你，阮就充满了即个气力、甲智慧、甲疼心。哦，主啊，是你来，所以阮用基督的心做心。来面对阮四周围的厝边、社区、朋友、厝内的人，甲阮的城市、阮的国家，愿主你的光照遍逐所在，互人认罪悔改，归入上帝的国度内底。安尼祈祷感谢奉主圣尊名，阿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管、你的队，拢要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之爱对着我。我便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文第31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变为有福。遵守伊的法度，一心追求伊的，这个人变为有福。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伊的行为呢？是爱遵守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使我悟性。我要遵守你的律法，而且要一心遵守。耶和华，你的话安定伫天，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这时咱要请文官团队来为咱进祷。两位兄弟平安。牧师团队因拢无伫个吼，所以今仔有即个机会会当甲大家来分享。牧师特别有交代讲会当分享咱教会伫社区所做的福音事工所以伫即搭遮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是社区的好厝边，应该是安尼。今仔日我特别要对银华族伫咱教会，因为银华族做诚济社区的福音事工，所以咱的教会是社区银华族的啥？好厝边，好厝边哦，袂歹哦，咱大家搁讲会做大声安尼表示咱拢足愿意那。
做咱社区的好厝边，对无？好，好即个为虾米要特别讲银华族？就是咱知影台湾即马人口拢总有2300几万，老人呢，伫去年1月讲65岁以上的啦，政府伊界定的年岁就是65岁以上，讲目前即马有450几个，迄个450万啦，安尼我有生老人啊，我今年65岁啊，拄合格，爱讲甲咱的总人口安尼今年甲算出来19%.27%，已经要接近一丝丝啊，尔就是20啊，对无？20%的定义就是啥？超高龄的社会啊，台湾最后拼即项啊，拼甲遮紧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咱敢是着爱来重视、来思考即个问题咧。像咱在座的，咱尤其是台语堂安尼算袂准啦照你讲是5个人着安那，有一个是啥？是年长者，就是65岁以上我了我着甲算算的，咱教会若是甲用180个人来算，伫迄中青拢差不多伫65岁以上的差不多30几个啦，所以甲除起来真正安那1/5佫甲咱教会即马坐起来，我看不止所以咱爱有即个概念，讲5个中间着有一个啊，安尼安尼有啥物了不起咧？今仔咱的平均年岁偌济？则讲79.84，就差不多，迄是查某拢落去平均的查某80几岁，查甫70几岁，除去你著加起来落去，平均嘛是多好记80好啦，安尼较好记，80。啥物叫做健康年龄呢？咱即摆有健康无？咱即摆拢坐伫遮，所以伊讲迄个健康年龄，意思就是甲你使用的时阵，你开始下骹遐有写，临终进前有啥？倒退算7、8冬，会安那失灵，倒入门床，也是迄个啥？慢性病足济年伴，所以咱健康差不多会当甲72、73只啦，虽然活到80后壁遐就无啥好势啦这是台湾统计起来的数字，咱毋茫咱突破，好无？免突破，咱着爱好好计划咱人生的后半段安怎来活？人讲迄北欧、瑞典瑞典呢，因讲迄迄个啥，迄个平均临终咱是7、8冬对无？恁要因偌济？2个月佫较少。咱听一个拢惊一条，人7、8天，咱是7、8年，哇，那会差遮济啊！所以伫即搭遮就是要甲咱讲，咱的心情、咱的生活、咱的灵性，这最重要的所以绝对毋通安那拢揪伫内底，着爱加出来交朋友。咱教会加一项足好的，就是啥？拢有聚会，对无？所以大家拢出来伫遮，搁唱诗歌，搁啉咖啡，搁创啥？安尼加认捌足侪朋友，有通好讲话，安尼敢是足快乐的？你揪伫内底咧看手机看电视，
也袂甲你印啦，吼。啊，听讲啥物即马 AI 吼，无师讲的讲会甲你印啦，吼。啊，毋过迄印嘛是印啥呢？印你爱听的啦，印你家己安怎看安怎甲伊问，啊，你拢讲吼，伊会当做心理医师吼。我甲你讲啊，吼，迄个伊就照你的期待安尼，甲你回应你，啊，将你输入给他的，他统计来互你，吼啊，所以其实这毋是真实的，吼啊，所以伫遮吼，我特别来讲咱教会伫咱的社区。吼，咱的乡亲伫咱的社区有做了虾米货？吼，那伫即个咱安乐县教会银华族对社区的福音事工，我要来讲历史啦。毋知在座的吼，敢若有听到讲咱教会有咧做关怀据点，吼。最近我有听到我一寡同事。我毋知影讲，咱安乐县教会吼社区工作已经真正有一寡人听见啊，吼，这就是咱兄弟姊妹肯踏出去，肯回应上帝的听。所以伫遮我要讲的一个关键时期，咱教会踏入去社区，吼，那即个我要来分享即个过程，互咱了解，因为。检菜离教会较久的，小可知；那较新来的，可能完全拢无了解。所以今仔日我拄好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即个一开始起初的时阵，吼，咱教会也像安尼做礼拜了，吼，都有一群青年，然后甲有的兄弟姊妹，吼，摕着福音传单啦，看安乐县教会更新，吼。然后呢，就四界伫咱的附近啦，去录，吼毋望因会当有听见即个上帝的道理过来了后，有人有感动，4、5位姊妹讲吼，安尼咱来安那走道啦，走道你敢知影啥物意思？哪行哪祈祷啦，吼搁有诶讲会当画迄个树林地图啦，吼。所以伊行的范围吼，你敢知影是倒位？就是健康路西门路踅到府前路，搁转来永福路。一开始就是安尼行哦。咱迄阵抑阁毋知影，上帝交托互咱牧养的范围是真正就是安尼。这是咱即马搁回头看。吼，因为咱一开始起初创立关怀据点，是叫做啥？仙草里，仙草里甲倒位？甲南林街，吼甲健康路是永福路甲西门路是即个，吼。后来县市合并了后，规个拢安那掠甲福建路去。迄阵我看。区公所互咱的新的范围，一看到，我想到，咱当初时左道的范围，就是安尼啦。所以你看上帝咧带的路，是超过咱有时目前咧做的，伊已经超前为咱迄个引带，吼。所以伫即仔遮，有遮的兄弟姊妹热心。传播了后，有一当我祈祷的时阵，那上帝足清楚，互我2字社区。我想社区，吼其实咱教会足侪人已经咧开始讲，咱安怎来社区来传福音，但是一直拢无一个结果，吼。那后来领受着安尼讲足清楚，上帝就是要爱咱安那，爱来牧养咱的社区。即个时阵呢，都拄啊好里长啊啦，吼，来找咱的牧师，讲呀，咱来合作吼，来做一个迄个叫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好无？吼，拢安尼顾迄个着关心迄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啦，吼，年长者啦，吼，莫讲老人，毋认老，好即个好。
了后呢，讲安尼好哦，吼所以伫迄阵就开始安那我做教员陪家己推荐啦甲牧师讲我阁知影牧师做无用的，咱教会总是爱有一个窗口，一个负责人，所以而上重要是我因为祈祷过，伫我的内心上帝有讲社区这两字，所以我就勇敢甲牧师讲安尼咱教会的窗口，我来安那甲李长因对话所以开始要成立呢，咱人离对啊，用讲的用画的就好啊吗？无啦，就爱开始安那去找志工，开始祈祷，就一个出来啊，我就去邀请所以一开始敢若10通个，然后呢，我就想讲咱拢也毋捌做过咱来找一间教会捌做过去甲因观摩一下啦所以找着台南市一间教会去迄个牧师就请因的教会的负责人做社区的负责人，甲咱分享。那迄阵呢，我有一个感动，袂使干那社区10几个人出去，哇！教会咱阁有相亲有啥？有同工，咱规气合做伙来去听即个看免来迄个做即个社区那其中讲，有一句话真感动我的心。伊讲教会就爱那，亲像一个清气的水池啊啦，饲迄咱去迄个外口护迄个啥，去夜市啊护迄啥，迄鱼仔转来迄个爱甲放伫啥，水质好的啥，鱼迄个鱼缸那个水族箱啦安尼伊较会啥，较会活，重点是较会活无你摕转来2、3工，看了欢欢喜喜，念伊倒啥？有人讲鸟去这足台语的好即个即句话呢就感动着我的心，讲安尼毋是干那只个志工出去呢，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爱有一个正清气的水族箱，爱有好的水质。安尼到底是倒一个团体会当真做迄个水族箱呢？那就是长青团契、乡亲团契。因为啥？咱是关心65岁以上的社区，那绝对袂甲因带入来咱的青年团契，对无？主日学迄阵袂甲安尼连结咯一开始拢真正65岁以上的，好所以。安尼，那已经出去共参观人的经验了后，迄个社会局的专员来讲你若先做一项代志啦就是你所有你范围先草你遮拢总有名单300几户恁逐户拢爱安那去拜访，10几个要拜访300几户好啦。嘛，只好甲拆2组即个拆做2组然后呢，就去啥？逐间去共安那弄门那弄门你想讲人敢会插地？而且搁咱即马愈来愈迄个诈骗集团愈来愈啥？迄阵抑搁无即阵的猖狂但是有缘人会你陌生人嘛所以一开始迄阵即个一开始的时阵我就是讲用里长的名义，莫用教会的名义。为什么？你若讲教会伊随家己安那？
嘿，吼，嘿，因为咱开始去拜访的时，就已经伫言语的顶面有看到摆帖，吼，但是咱嘛是笑眯眯甲因讲话，吼，你爱经过迄个阶段，但是咱若甲讲理长。是要开始成伫咱的社区要成立一个关怀据点，要来关心咱时大人。哦，听了因着偌欢喜的，较紧开门。哦，只要开门，咱就有机会对话，对无？吼，所以佫拄着一个足趣味的，我毋知之前捌讲过无？伊是做警察的背景，啊，阮去敲因兜的门，吼，伊就讲你啥物人？我当然志工啊，吼啊志工都嘛足侪单位志工，吼嘿，我讲是里长，伊讲哦，里长叫啥物名？讲客气哦，吼，我讲詹俊林，吼，哦好，安尼就开门啊，就互阮讲，佫会当较入去一点啊，安尼代志要安尼煞，当阮转去了后，建中接到电话，吼，伊佫敲电话去啥？确认。真正咱社区有成立据点，有志工咧出来啥？咧关怀哦，遮慎重啊！吼，所以其实一开始呢，那300几户，咱安尼去拜访的是有诶有拒绝，有诶无信任，吼。那即个吼，迄个就是伫即个中间吼，为即个300几户尾仔行10。迄个10个月，至少10个月，吼以上。然后呢，淘汰，拢剩啥？200几户，吼，所以去掉100，吼，200几户，哇，这数字是啥？嘛足济咧，比咱教会的户数搁啥？搁较济。啊，咱拢熟悉的兄弟姊妹，迄拢完全无熟悉的社区，吼。诶，朋友嘿，那迄落，但是吼，咱无惊，因为这若是既然上帝差遣咱要出去的，咱就爱勇敢，吼。所以伫101年10月20号正式成立，吼。啊，讲伊落要邀请吼，为着据点，为着要普遍实行，吼，就拢讲市长会来哦，嘿。但是市长做无用的，嘛无一定会到，吼，所以迄阵吼，咱的据点，咱知影咱的詹俊林里长吼，是甲即个迄阵的市长吼，有交情啦吼，所以甲讲遮要成立吼，所以市长讲要安那，就是即摆的总统吼，讲要来啊，嘿，那要来，所以迄个里长的助理建中吼，就甲阮讲。因为我甲讲吼，阮中间吼要摆一个啥，阮的主任牧师要来开始为即个社区祝福，咱甲开始来做即件代志，吼。伊讲毋通啦，迄市长呢？市长要来，吼你搁请牧师啊，来祈祷万一伊拄好咧祈祷一半，市长来，安尼毋是足失礼。我甲讲吼，咱要合作，吼，市长来，咱嘛请伊小可等一下，吼，阮一定爱牧师祝福的祈祷，阮较要来启动啦，吼，所以我甲因讲，我坚持，一定即个过程袂使啥减，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啥开始，嘿，权柄，吼，那市长，你又说伊也无一定会来，我为什么？上帝的差遣赢过人的意思，所以我勇敢甲建中讲，一定爱，而且是祈祷了后，再来咱来一寡程序，吼。那当然要讲这样，我必须要心理准备，就是要为这件事情什么付上祷告的代价，吼。所以我后壁会讲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点，吼。好。所以了后真正，结果市长真正来呢，吼，佫有翕相，即马伫咧办公室遐来，人伊拢安那足尊重，安静听咱牧师祈祷了，伊较来啥？较来挂牌揭牌，吼，所以伊有听到咱的牧师的祈祷，吼，
拄好迄个时间来，所以伫咱的教会开始要做即个社区的福音事工的时，咱的价值，就是讲，要教会有即个疼，来用即个疼来疼咱的啥？神操力，确实无想到上帝扩展咱的境界，所以呢，即马该做啥？教会有疼，疼伫啥？小西门里，好，所以而且我要讲的讲，为大家人怀疑，最近有迄个啥物怀疑到相信的课程，迄是咧教人一个迷信者要哪得到上帝的真理，然后来洗礼信主的，我正要讲的社区嘛，从怀疑到相信，好了，我讲的济无信心，搁甲你考试，恁做这有啥物？做这有啥物路用咧？你著哪加油更上来啦，办食饭啦，办佚佗啦，办啥？人阮过去迄拢有呢，即马哪会拢无去啊？你著爱去耐心甲解说，然后呢，这个是爱安那有时间的考验，所以咱第6点，经过3冬，甚至咱家己的志工拢怀疑，3冬啊，拢无人来洗礼，咱做即件代志是安那，敢有效果？你即大家，我讲有时候要互一个人的主观意识改变，毋是遮尔容易。你爱互伊乃是久久长长看起你的诚心诚意。所以我讲，搁等一冬，因为有别人的经验，就是到第4冬才开始什么转化，所以行3冬的中间，到本来怀疑，到尾啊，大家讲那个某某姐怎么没有来呀？伊感冒啦，伊出国啦，开始甲咱点名，拢无来甲我关心，态度不一样了，所以变成很期待。伊讲一个月拢尔咧等咱啊去因兜啦，所以你毋知影遮尔温馨呐，即个所以即个改变，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呢，还佫有行政工作，因为咱是甲市政府的单位合作，所以呢，伊讲恁做有共请钱，所以呢，我要来甲恁啥评鉴，评鉴，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要照着他7大项，开始建档，然后整个过程，我们分了最后6个小组，现在是7个小组，6个小组的小组长，打当，新的大学的教授要来评鉴的时，我今年我要看啥，我明年我要看啥，你着爱安那资料拢安那看好好。后来我讲这上帝真正的旨意。我伫学校，因为学校拢有经过评鉴工作，所以呢，着小可有迄个经验，所以甲资料拢看好势。伊大概来看，一冬、2冬、3冬，迄个结果评鉴出来，拢是最优等啦，所以伫即大家当初是我甲专员讲，阮一开始是啥物拢毋知，毋过你也甲阮讲，教会承接的代志，你放心。我真正安尼甲讲，你放心，因为咱做的是关过市政府，咱的监督人是啥？上帝啊，那所以阮是甲。当然我无甲讲，阮是面对上帝，毋是面对市政府的单位。你放心，所以个人伊的评鉴，咱做认真，而且这个小组长真正加班，来安那整理资料，
迄个他都我讲过，普查300多份，重新再来，正式200多个开始建档，基本资料连因兜几楼拢爱安那，哦，拢爱勾选呢。啊，今年讲重视要来看你啥？你紧急联络人你有写无？吼，啊，你遮无合格吼，拢要甲你啥扣分？啊，扣分吼。就甲你扣钱，就是你的平等，吼，有人阁平等，吼，那好，所以在过程中，咱的小组长，吼，目前这小组长，吼，有好多都是从一开始的元老级，因拢经过啥，这辛苦的过程，我拢做歹势，吼，迄个讲啊，来。即马阁请恁整理啥物资料，全部拢爱有哦，离你的范围，你关心的人内面，吼，拢爱有遮的资料。所以因若来评鉴，因问啥，拢足清楚甲因回应，吼。所以离即大家，离即大家，吼，即个有别个教会，听见讲咱安尼做了。有一个起色啊，都搁安那敲电话来问，甚至带因教会也要做，搁过来咱的教会即个观摩，吼。那所以你即大家拢肯甲因分享，但是有人失败，为什么失败？我甲讲，有一个案例啊，吼。因先生嘛当，伊是老师，因先生嘛当选啦，里长啦，啊伊就听咱讲，咱甲里长安尼合作吼，安尼足好。伊讲吼，安尼阮先生就是里长啊，所以吼，我即马就吼看要做啥，阮就会当做啥。后来我一听，你是空降部队，你伫当地，你无资源，我就甲讲，你一定要找当地的教会。毋是去恁远远的教会，啊一两个啊，你就要来遮做些吼。我甲讲，迄个我跟他分享了很多，你要爱的资料，我拢会当互你，吼。啊，但是我互伊的方向，伊找无教会会当甲伊啥配合。所以我要讲的是，有人拢讲学了讲啊，恁安乐教会的即个社区，我讲若无咱教会兄弟姊妹。尤其遮个组长，吼，遮尔尽心，遮尔认真，遮尔有负担，咧去做遮个代志，咱无法度甲上帝搞笑啦，吼。所以呢，毋是讲有一个人伊感动就会当做，这乃是爱兄弟姊妹做伙来做，吼吼。所以，你知大家头拄仔咧讲迄个水族箱，乡亲团契，乡亲团契吼，成立是97年，安尼距离即马17冬啊，吼，为开始成立到即阵，嘿，迄个过程吼，有一寡形式有小可调整一点啊，吼，但是我离即大家吼，阮的即个团训啦，吼，互大家会当了解一下，吼，就是。吼，就是即句话，伫诗篇92篇12节到14节才讲，吼，讲义人要兴旺亲像樟树，吼，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要栽伫耶和华的厝，搁要兴旺咱上帝的院内面，因年长的时，犹原要搁结果子，因的汁要满，因的色要青翠，吼。所以上清是一个汁要满，搁啥色要青翠，然后即樟树足兴旺的，吼。所以可以当去祝福别人。所以我只是犹原要用一点仔时间来讲，社区的人要进入咱的教会，乃是要有一个转运站，无人继续关心，吼。那这个转运站呢，是讲
哦，干那招因安那来聚会就好吗？毋是。尾仔阮发现着，我们这样进入第13年据点，那我发现有一寡秘诀，所以要来甲大家分享，这足重要的哦。教会若无遮的秘诀，为什么迄间教会做了真好，即间教会做甲火花去？好，我要讲的就是参与的志工。参与伫相亲的人，爱有一个好有心追求上帝，每一工爱灵修的生活。其实灵修的生活是每一个人拢爱，但是相亲常常足侪人讲我已经年老啦，即马就是安那爱享受休困啦，毋好阁叫我做工毋好阁叫我啥物要祈祷要读经过去检菜是安尼，但是咱的相亲，毋是安尼。咱的志工，等下我会阁分享。服侍要会当成熟阁稳定，就是一个人伊爱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有灵修的生活，伊较袂拄着挑战的时阵，就安那倒退路。就放弃无爱，袂安尼。所以伫相亲内面，阮着照逐家人的情形，有3种的方式，互你拣。3种菜，互你拣。你着一工看一张的，也是短几节，但是伊是一个类似查经设计的，也是教会配合教会，有人讲我较有时间，我会当每一工读5章，所以离即搭遮就是咱的同工是一个鼓励有灵修生活的人，逐工的过来，头拄我咧讲的有一个秘诀，就是啥？逐礼拜拢有啥？社区祭坛。礼拜4的下早仔起，这是要激进咱的活动中心以及咱整个社区的运作。所以有一个同工甲我讲，7月时有人伫活动中心拜拜。我讲讲遮士官也有拜拜，我迄阵我较袂晓啦，毋知影所以伊讲，毋过毋是呢，毋是建中拜嘞，是一个个人拿去那边，他希望这个大家对迄7月时拢有一种禁忌嘛所以是家己摕去遐拜。一听着安尼来，较紧祈祷，咱的社区祭坛，为着咱的即个活动中心，咱拢要伫遐活动。爱安那？爱清气，清气毋那是咱目睭看会到的即个物质的清气，佮爱有啥心灵的清气。所以就呼吁，因为咱拢有咧主祭坛，就开始为即件代志祈祷。过一冬，我较紧佮去问迄个，我嘛有去问建中啦，这伊讲系对，年年拢安尼哦。但是为咱祈祷迄一冬，过当冬。无搁拜拜7月时无搁拜咱无去甲讲，咱用上帝临在即件代志就安那就无所以伫整个咧，咱伫社区咧传福音，咧做咱的外面所看到的，就是关怀据点。咱是实际咧关心遮个年长者，所以祈祷是足重要。我搁捌安那初期的时间，知影祈祷足重要，是免哪祈祷做礼拜了，较紧安那玉怎济玉成迄个正清迄阵还搁伫遮，较紧，咱来迄个落水坊头前遐安那来祈祷啦，为着咱的社区来祈祷。
吼，啊，咱做礼拜了，敢若咧掠啥？掠人来祈祷啦，因为知影祈祷足重要，啊，毋过要请啥物人来祈祷咧？哦，后来感觉安那伤忝啦，吼，逐礼拜拢是安尼拜托人来祈祷，吼，啊，所以我捌讲即个过程中，一直调，调到咱即马就是逐周有一个社区祭坛，3个月一届的迄个志工会议，为着要大家拄啊好，拢会当出席，拢甲即个志工会议的头前1点钟，诚做咱社区的啥的祭坛，吼，所以拢甲讲，我跟志工讲哈，祭坛一定要参加，你可以不用参加志工会议，到时开会了有记录表，吼。啊！但是这段一定爱安那参加，因为这是咱离社区服侍，要会当久久长长，足重要的一件事。这吼，就是祈祷，等下吼，我搁继续来啊。所以尾后你最近搁想着讲爱加强祈祷，所以2个月一届，吼，若无拄着开会迄个月，小组长。啊，不爱搁互大家遐无闲，搁来祈祷会，拢线上祷告会。后礼拜一就要举行，用1个月第1个礼拜拜一，吼。所以遮会同工，咱爱清楚，咱所做的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毋是咧为虾米人，毋是为安乐圣教会，毋是要为着倒一个牧者啊啥来啊，无为着倒一个理长。吼，来做遮个代志啊！若是咱会讲讲，拢定伫上帝伊自然就会引带。吼，所以咱的志工为10几个，到即马30个。吼，但个目前还佫爱需要啦。吼，啊好，所以即个祈祷吼，这段是足重要的。吼，好啊。那我讲即个相亲啊，投入是啥？社区的啥？迄个访视，吼，敲电话，吼，啊，搁啥？开课程，吼。经过遮了后，咱最后发现着，吼，虽然咱讲下骹遐搁有母亲节啦、圣诞节有办活动，但是后来发现讲，持续开课，即个关系建立会搁较好。啊，遮是咧讲咱早期有开过遮个课，吼啊，母亲节、圣诞节，吼，咱拢知。母亲节即马就是拢伫社区，圣诞节拢伫咱教会，吼，一开始统统拢伫社区，吼，啊，即马圣诞节伫咱教会，啊，搁咱会关怀啥？迄个圣诞节季节，咱特别对迄个独居老人，吼，有报佳音，吼，有报佳音。有的人就是用迄个重阳节，但是咱教会用啥？用圣诞节报佳音，吼啊！了后有一个洗手爱无限的单位，伊讲伫遮来关心啥？迄个低收入的即个关怀，所以咱做2档了后呢，无爱搁升级啊。那后来呢？伫旧年开始改做啥？单亲家庭，吼。那为什么无要升级低收入户？因为咱要去甲关心，因拢讲免来，吼。啊，然后过当年讲毋是要发迄个礼券啦，吼。啊，当时要发礼券，所以呢，迄阵吼，我勇敢甲因单位讲吼，我无爱做啊，阮教会安乐无爱接啊，吼。啊！因就讲哦，佫袂紧啊！你范围，你看你要佫啊。后来我又感动单亲家庭，目前咱的单亲家庭有进到我们的小组来了。好，这个礼拜8月9号，好有一个福音餐会，我们通通都邀请3对单亲家庭，好所以开始这个相亲的聚会呢，本来是拢。来，咱2礼拜一届吼，来遮聚会吼，迄个后来因为结连伫咱的社区，所以就开始讲为着社区的朋友来祈祷，吼，咱的聚会内容小可调整一下，
有较生活方面呢，咱就安那，邀请咱的社区做伙来来组织，最近佫定定会去咱的活动中心，所以社区的人愈来愈侪参与伫咱乡亲的一寡活动，那安尼哪来哪识，大家就较有机会，来甲因讲起咱的福音，所以迄个而遮嘛是讲啦，遮的新朋友，遮的人，犹原带入去乡亲做，请兄弟姊妹做伙为着遮的新朋友来祈祷。咱即马在座有几个，就是伫咱社区，进入咱教会的，我都无阁详细讲啊，所以这是以及扩展甲小西门里迄个和义公园遐，咱关心的对象，迄个尾后，创林健康沙龙，本来呢 ，YMCA 讲恁安乐县教会来成立一个创林健康沙龙，大家来运动。我讲敢若离教会哦，敢会当拢去倒？我敢会当去活动中心会当互社区的人较侪人来。伊讲好，无咱三楼遐是免哪跳，无几个啊，无甲10个就满啊，所以呢，尾仔咱拢开伫社区，所以足努力社区的人为一开始即个无几位一直到即马即个社区的人已经开始要压过咱家己的人人数愈来愈侪啦伫咱的办活动的中间发现着因参与就是人数愈来愈侪咱而遮讲拜师有做伙读经这有够赞我搁读经这有捌一摆迄个社区的人讲你读经读经是读啥？我讲读圣经，伊讲是我就是读金刚经我讲毋是啦，我是读圣经有兴趣就来有诶是先开始歌谣班后来讲咱来进前就伫遐咧读经就偶尔会来参与所以这是拜师。那头拄仔我咧讲即个歌谣班咱有一个服侍的老师，就是新昌兄伊用伊的起步来，互大家人会当伫遐唱啥伊就一开始我甲因讲，这是要互社区，拜托恁莫大家拢唱诗歌，诗歌迄个社区的人来唱这啥物歌，我拢毋捌听过即个所以定义为什么歌谣？就是真正唱民谣、唱古早歌唱日本歌、唱啥渐渐，咱就有唱诗歌嘛讲哇，诗歌真好听好，所以这个咱继续爱为着新昌兄来祈祷。最近就是变做用 YouTube 放大音响，然后迄个所以如果在座有人有 keyboard 的专才，请你来告诉我我们现在很需要暂时性的我们需要有人来承接这样的一个服事再来赞美操这赞美操咱即马去到倒位拢拜托赞美操，而且我们赞美操拢鼓励咱教会兄弟姊妹爱去培训，咱有证照的呢咱教会几啊个呢所以团长嘛，几啊个拢伫咱教会呢迄是就是咱就是鼓励咱家己爱靠咱家己，袂使靠别人。但是一开始的是咱靠别人的遐教会的老师，但是渐咱家己培训啦咱即马换咱阁会当出去咱的淑英姐，咱的江辉兄，咱的丽儿姐好社区这个母亲节那有一年办这个儿童的绘画比赛，我们也得着一个，现在在主日学。今年夏令营，他说他要当宣教士，决志所以我讲教这个囡仔爱认真唔爱去教着总统呗好这个过来这个社区
圣诞节会办在我们教会，哈，所以我们光明正大可以印 DM 给整个社区的人，哈，过来，哈，这是独居老人报佳音，哈，家长嘛参与，哈，加这个咱的访视组的志工，哈，个囡仔，嘿，所以在这里很多很感人的事情，哈。我讲的那个女生就是在这里，将来要当宣教士的，哈，没有想到，上帝要我们突破人数，我说8个人报名，但是我们不应8个人报名，很认真的给他拍照，又送到他家去，又请主日学的家长老师一起陪同到家里去，最后至少1/8，哦。等一下我要讲还不止这个哦，嘿，那好，那像我们都持续关心，今嘛左边那个有里长那个哈，目前有点失智了，哈，我最近有听说要去安养院了哈，那所以我们都持续一直在关心，所以家人呢都很受感动，那最主要的是当事人他们都好高兴，很期待我们，哈，所以我们的志工，我们说本着基督的爱，好，这个出去，那有人回来会反映说，年长者深根蒂固，祖宗的什么的崇拜，拜拜不容易突破。我们说至少让他能够感受基督是爱，基督是爱，好，那在这当中，神会预备他要得着的人，好。所以长青呢，就开始自会调整，为2021年本来拢2礼拜一届，那想讲大家人拢安尼久久看一届，安尼无安那，逐礼拜拢来啦，安尼要来创啥？我要讲读经祷告是很重要，所以我很勇敢的挑战，我说咱拢来读圣经啦，结果。这个经过这样单周读圣经，从10几个，到现在有时候还会20出头，所以继续在努力，双周呢就我们排的那个一些的内容，这个那所以我们当中也请我们教会的牧者传道来分享信息，完了之后还会分组讨论，各有。讲这是单周看圣经的情况，你看拢摆伫头前哦，欢迎大家也来，这个好，有时候就办一些比较生活性质的专题讲座，这个其实也一方面是为了社区，大家能够参与啦，好，这个赞美操你看安尼，大家跳到遮欢喜，遮厉害，然后呢，长青，不定期或者是曾经 go，分组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我要刚才那个什么，躺在那里的那个，你们知道是谁吗？芝花姐，今天有来，芝花姐，我特别讲一下，她是里长的朋友，我们一开始是志工而认识，但是后来她觉得，哎呀，这教会的人那会真好啊，好啦，我来参加恁的活动，结果一参加，哇，连我们的祝棚咖啡嘛不时来给咱整理，甚至我们教会有时候清理，有一阵子在青黄不接的时阵，伊嘛来倒3天，所以而且搁最近我有一个搁较新的发现，要去关心别人，伊拢报第一名的，因为伊安那伊受人过长时间，伊几啊个月拢伫伊的厝，骹拢受伤，伊就车祸，好。那所以，咱领受着上帝的疼，兄弟姊妹的疼，咱就安那受着激励，所以会搁出去，然后搁摆一寡手作啦，手作各种，搁有啥，这个
半日游、一日游，或者是南区这个长青3日游这个都是我们教会最庞大的一团，大家欢喜甲安尼做伙出去然后呢，这非常有意义本来是说要做那个白老鼠实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得着好多然后别的教会开始在乱的时候，我们都很骄傲地说，人我拢已经走过了，经历过了。就是我们教会的秀慈老师，秀慈姐她有在这方面，在大学有这方面的专门的研究，她愿意跟信仰连结，所以就是带我们去拜访教会、拜访社区。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支十字架放在哪里？祝鹏咖啡，大家拼凑完了，大家奉献他那一块出来，我们就把它弄在那里，每次看到，哎呦，那地是我的哦，然后还拜托圣文执事把它都弄个比较坚固。你看，经过下雨了也怎样，没有关系，好。那这些有音乐律动，这都是社区的一些课程那这个值得一提，本来有办幸福小组在圣诞节左边的那一张，就是这一张，但是最近呢有改形态，改成同乐会，因为我刚才说了，创灵社区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结合幸福小组的精神，然后办同乐会，办了一次之后，大家欢喜到各办，所以今年的圣诞节课程结束之后，会再追加一场同乐会，好这是按长青，年终都会有一个聚餐，那这几年呢，拢感谢中间兄，甲咱款，安尼就分组，足侪人为50个变60个，我安尼讲，等下大家人拢走来参加长青，安尼好那这个欢迎，我们很需要年轻一点，50几岁都可以参加了，我无咧广告啦，是邀请尔，好，再来一个足有意义的祝鹏咖啡，咱台语堂今仔日车无伫的，等下嘛是无落雨的日子，咱就一定也无特别的代志，咱的祝鹏咖啡，今天没有啊，怕下大雨哦，信心太小了，人家我都祷告早上呢都不要下雨了，咱来看情形有祷告有差我跟你讲，来，我宣告，好，所以现况呢，就是连 YMCA 博览会都邀请我们这个据点，我们的据点已经是成为他们的魔幻了，他们的彰化 YMCA 还下来我们这个点观摩，我把那个删掉了，那这个就是每一年就邀请我们去什么，在他们的博览会这个演出啦，那也给我们的创灵学员有机会可以多出去看看，再来就是3个月一次的什么门洛，门洛的那个银发族，我们在这边有那个建立兄骑欧多拜来，他就是在门洛那边听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那就回来到我们的教会，那这是在那里所带的这个破冰呐，这个方法拢是啥？迄个为创灵遐佮甲创灵的老师借沙包摕来家现买现卖然后现在今年8月底换我们的青年要去带活动了，你讲怎么可以让长青专利呢？我青年嘛想要出来，所以我说好，给你们一次机会，你看咱的歌谣班不是伫遐唱欢喜的，唱的得啥？能够出去服侍，赞美操也是一样，个最近啥？有人个耳目相顾，那真的我觉得有很多都是我们猜不到的哦，没有想到的，咱耳家目相顾，这个真的就走出去了，现在都可以唱歌，可以伴奏，
哈。那连我们的歌谣班，哈，也是用木香鼓哈下去服侍，哈，这个，所以我们所学的得爱安娜，哈，不是打工哦，我做厉害。我们所学的得爱安娜，奉献给神，好，好，那这个，然后去年，我们今年还持续也是要去那里，哈，那去年呢，我们就带我们教会的社区的志工，哈，然后去参与在这个和平巡礼会排湾组的，那去探访他们，姑姑拢无出来，好，遐兄弟姊妹。那其实我去了，我才知道，哦，我原住民哈，怎么这么早就已经生病了？哦，这是那一趟我去年去的一个心得哈。那50岁的拢做上重的呀，哈啊，好，再来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在文南里，好，现在也是成为他们专任的干事，好他就看到我们的社区这样，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刚好有个机会慈济退场，我们安乐教会要不要进场？好，我说哦这样哦好，但是我们的志工已经饱和了，很辛苦了哈。那在教会我在看有哪个能够承接哈，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香博小组哈承接起来了，2个月一次，这是试温第1年，如果 run 得好，以后我们会再修正哈。那最近行路上新的就是啥？友和日照中心也找来我们教会了，哈，所以我们渐渐有这样的一个资产，我们就更需要更多的志工，大家一起来，哈。那像这个是有志，没有属于哪一个小组、哪一个团契，哈，那就是有心愿意的。那这个外展，哈，这个友和日照中心跟这文南里，哈，是师母，哈，师母在负责，哈。好，最后我要讲，刚才一直说很强调，几个上祷告，来蓝色那个我们念一下好吗？祷告是一切改变的开始，哈，对，整个事工，整个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哈，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什么各方面，祷告是一个最基本功。然后祷告，它可以怎样改变一切改变？我现在呢，也为我自己的病宣告祷告。我这只手，好，我都还敢社区里面说，我现在2个处方，一个处方就是物理治疗，另一个处方就是祷告。好，神要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就是淋巴血管，好，淋巴液，嘿，那最近看来，好像我今天也没有带，有比以前瘦了，好。我们整个社区的工作，福音工作，从走岛开始，到社区祭坛，到最近的小组长线上祷告。为什么要线上祷告？我们就是想尽办法要一起祷告。我们就是发现说，祷告才能够怎样，使我们的福音工作更有果效，更往前推展。好，所以第2，我们不是不是祷告一次就好呢？哈，求神拆毁我们坚固的营垒。哈，这边有一段哥林多后书，哈，这边讲说，哈，我们征战，咱真正的兵器，不是属于啥血气，乃是伫上帝面前有能力的，会当攻破坚固的营寨，用各项的计谋来阻止逐样的阻止人认捌的遐自高的代志，一切拢要甲安那攻破。人要互所有的心意回转转来，互因拢顺服基督。所以伫遮毋是一届讲大家来一起祷告，毋是一感动就一届祈祷，祈祷煞讲我有祈祷，就煞无。
咱的新朋友，咱的迄落要推展的一寡事工，咱爱安怎持续具体的祈祷。所以要攻破是爱持续，像耶利哥城绕几次？绕7次啊！哦，当然上帝有伊的方法，但是有的方法就是安尼。哦，爱洗7届，毋是1届。吼，啊，搁有咱刘大哥，就是咱教会曾君杰的爸爸妈妈。吼，咱的社区去甲邀请，阮的小组甲邀请，拢安怎爽约，到尾因查囝讲，啊，足歹势。教会吼，大家人遐尼，后来我也说，一组去关心无够，来2组搁去，吼然后呢，最后搁讲哈，哇，刚好我们网红姐住在他邻居，基本上不时甲闯入他们家门，所以咧讲要来礼拜时讲啥，衫穿水水，穿好好，里内面咧等咱去甲带啦，那有这种代志，你就看神就是真的这样做。爽约了2年哦，连他的女儿讲啊，祈祷干呐，我讲继续祈祷，上帝家己做啦，不是咱要做的，搁有这个舞蹈老师，那这个之前我刚才说了，他就是遇到了一些事情，而且本来在活动中心，这个好，就是这个老师后来他现在也会在主日有来过几次了，那这个都是什么？因为他来我也很惊讶，因为一做老板，好，那个深入的我不讲，那就是说连他这样，他都因为明慧姐带领他，也是长时间的哦，不是讲我去学跳舞学一档。就可以带领这个老师，他也是学了2、3年，最近才带领这个老师来，要攻破营垒，要有信心。最后一点，求神怎样打发工人，打发工人，这个，伊讲，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要修行的。通修行的是足侪啦，要做工的是啥？真少啦，所以恁着爱求迄个园主，逼工人去互因修行。这是台语的讲法。那国语讲啥？要爱去增加足侪，做工的人啊，足少。所以恁着爱去求迄个增加的主人，打发搁较侪的工人去修遮的修行，所以工人是啥物人啊？工人啥物人？迄牧师啦、传道啦、小组长啦、志工啦，是嘛？伊讲无，愿意甲家己献上，互上帝用的拢是啥？工人，所以逐行逐业拢是工人。所以，啥物叫做3代门徒？3代门徒，就是我领受到啊，这个福音，我信主啊，我洗礼信主啊，我将这个好的滋味，搁安那分享互我厝边隔壁，然后分享迄个毋捌听过福音的，因也拢安那，因也讲安尼哦，遮好哦，好，安尼我对你来，这叫做3代门徒。搁有最近我发现着讲，哇！竟然有人安那陪人用行路的去因兜带，去因店带，会当甲囡仔，会当甲大人，拢带来啥？教会，这就是工人啦，迄个过去咱拢想讲我爱足厉害，我会晓讲啥，我会晓做啥，才会当带人。无啊，干那去因兜因店去甲伊带来，而且有的人就是伊一开始就是咱的姊妹。去甲带来参加小组，了后因领受到，伊就安那，即摆嘛换伊咧陪人来教会，所以最后即句话，耶稣入来甲因的门徒讲，
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我拢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所以我即马要即个爱领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甲因施洗，搁凡事我吩咐恁的，爱搁教示因，搁去遵守，安尼我就要上甲恁伫地，直到世界的末后。所以伫即搭遮，咱即个我今仔日安尼的分享，毋茫咱伫即中间会当去想，我是工人，上帝你要差遣我做啥？咱做伙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无过主你讲，阮含慢，阮袂晓。其实上帝，你赏赐了，互阮的活命，搁犹原搁活着，就是一定有上帝你要使用。愿主你互阮光照阮，互阮知影阮搁有啥物款会当回应上帝你的疼。阮愿意来为主你做主你的工人。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圣主名，阿门。好，这个。来，请问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好，安尼，我们现在今天88节，东西有没有预备？等一下是要自己领还是要自己领哦？好，你爸爸，你做爸爸，你家己知影吼？所以女性袂使退哦，等下结束了后，请去交代遐，这个有礼物哦。我今麦不讲什么，你等一下看了就会惊喜，好，那我们现在来奉献，来奉献哈。主啊，是你讲，无论阮伫叨落，阮都爱来为主你来发光。即个光，就爱放伫人阮的灯，就爱照伫人的面前。阮也知影，即个光要永远会当发光，乃是阮结连伫主你的内底。愿主，阮伫即个时阵将主你的济济恩典。互阮会当伫金钱的顶面得到来饱足，阮就来献上阮心中的感谢。安尼，阮伫遮愿主你来接纳阮心中所献的一切。毋拿金钱，阮阁愿意将阮的财政也犹原奉献予上帝你来用。安尼祈祷，感谢奉主圣主名。阿门。
愿上帝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主爱、圣灵的感动，常甲咱大家同在，互相请安。